台湾高铁响应着政府的5倍券，推出着史上第一届折扣优待。只要用纸本的5倍券买高铁的车票满1000块，就送一张5折券。用这张5折券，后一届坐高铁只要半价，限量10万张。 古典的气氛加上原木的设计，打造舒适佮水的休息空间。另外，还有5星级饭店的房型，有规大片的落地窗，会使欣赏都市的景观。再来到游泳池去放松心情。这2年因为疫情，拢无出去佚佗，有振兴5倍券，高铁毛拍战，用非常大的一个折扣，换言之，可以是说是用现金的折扣，透过五折乘车券的一个优惠。 除了有甲饭店合作的行程，高铁今年推出用5倍券买票，买清送5，有送半价券。以南港到高雄车票1530块来算，佫会送一张半价券，价值有765块，限量10万张。所以，券的部分也设定上人是5折，5星级的饭店自由行，家己赛车游览的拢总会使优待。我们给自己的一个目标是，在10月份，在这个月，我们希望 能够达到我们原本公司规划运用的70%。若是公路毛推出5倍券，过来游览的优待，大房、租车、套装行程拢总5000块，一组5倍券就使享受上少2港离岛行程。业者真乐观，随着疫情有较回配合5倍券，希望讲用伫年底国庆连假期间抢到商机。